好多僱主最近都好擔心一件事，聽講2025年5月1號政府取消強積金對沖，咁我屋企個工人姐姐做滿完約，我係咪要賠多好多錢？甚至有僱主因為搞唔清長期服務金同遣散費，以為工人姐姐只要做夠2年，唔續約就要賠錢，搞到好大壓力。其實對於絕大部分請外傭嘅僱主嚟講，呢條新例可能根本冇影響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會同大家拆解2025年最新嘅計算方法，幫你荷包把關。我哋係容樂家僱傭有限公司，我哋公司雖小，但專注幫僱主解決最頭痕嘅法律同文件問題。好多人以為請工人最難係揀人，其實最難係計數同手法。今日我會用最簡單嘅方法，教大家分清楚幾時要俾錢，幾時唔使俾。如果你想做個精明僱主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同你條片點個 like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兩個成日被人搞亂嘅概念：遣散費同長期服務金。記住一個重點，你兩筆錢係唔可以同時拎嘅，只能二選一。第一，遣散費門檻係24個月，通常係因為裁員先會發生。咩叫裁員？例如你移民，小朋友帶咗去外國讀書，唔再請工人，或者搬屋唔夠地方住，因為你唔再需要你個職位，所以你啲叫裁員，要俾遣散費。第二，長期服務金門檻高好多，要同一僱主做滿5年，通常係因為僱主主動解僱，而唔係因為裁員，或者姐姐年滿65歲退休，又或者不幸因為健康理由做唔到落去。咁到底要俾幾多錢呢？無論係遣散費定長期服務金，條公式都係一樣嘅。勞工處規定嘅公式係最後一個月工資乘2/3，再乘服務年資。舉個例，姐姐 Maria 幫你打工打咗6年，最後人工係5000蚊。你想換人，所以解僱佢。首先5000乘2/3，即係3333蚊3毫3。然後再乘6年，總數就係大概2萬蚊。好多僱主問，咁如果佢做咗6年07個月點計？放心，不足1年嘅年資係按比例計嘅，即係6.58年左右。每一日都有數得計，唔會蝕底，亦唔會計少俾人。嚟到最關鍵嘅問題，2025年5月1號取消強積金對沖，對你有冇影響？答案係對絕大部分外傭僱主係冇影響嘅。點解？因為取消對沖嘅意思係僱主唔能夠再拎 MPF 僱主供款部分去抵消長期服務金。但係各位僱主，請問你有冇幫工人姐姐供 MPF？ 根據法例，外傭係豁免供強積金嘅。既然你本來就冇供 MPF， 就根本唔存在對沖呢件事。你筆長期服務金一直以嚟都係由僱主自己荷包全數支付，所以唔好俾出面啲新聞嚇親。就算過咗2025年，你計你條數嘅方法係完全一樣，除非你係極少數有自願幫姐姐供 MPF 嘅好僱主啦。最後醒多大家一個貼士，好多僱主以為姐姐自己辭職就1蚊都唔使賠，其實唔係絕對。如果姐姐做滿5年，又能夠出示醫生紙證明佢永久不適合做家務，或者佢已經年滿65歲因年老辭職，就算係佢主動辭職，你都要俾長期服務金㗎。所以合約點樣寫，離職原因點樣寫，係非常重要，寫錯一隻字，隨時賠多幾萬蚊。當然啦，你條數計起上嚟都幾複雜，尤其係年資有零頭嗰陣。如果你怕計錯數，或者想揾個姐姐但唔想煩你啲法律文件，歡迎隨時 WhatsApp 我哋諮詢。我哋容樂家僱傭有限公司專門幫新手僱主處理你啲頭痕嘢，收費透明，絕對唔會亂加價。覺得條片幫到你，記得寫俾身邊請工人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下次同大家講下更恐怖嘅2星期條例，唔想中招就記得留意啦。拜拜。